李小龍，我所認識嘅李小龍咧，就係一個好活潑、好有活力、好有衝勁嘅人嚟嘅。咁啊，由細細個到佢過身嘅時候都係咁。佢係一個好成日都想上進，成日想去研究佢自己，充實佢自己。做人佢個原則就係最緊要明白自己。上進。我細細個同小龍長大嘅時候咧，又覺得佢係我哥哥，就係咁多。咁但係收尾咧，佢做咗一個好出名嘅哲學家，一個好出名嘅明星之後咧，然後其他佢嗰啲粉絲啊，佢啲朋友啊，同我講解佢哋點俾小龍影響到，我先至發現到原來哇，佢嘅哲學係咁深奧，咁有價值。咁係令到人會盡量去明白佢自己，係好難得嘅呢樣。今年是李小龍誕辰85周年，近日李小龍會宣布將在香港恒豐中心籌建李小龍家族故居紀念碑。恒豐中心昔日為 Catherine Building， 坐落於彌敦道216號至228號，是7個街號相連的建築。上世紀40至70年代初，李小龍與家人居住於218號1樓將近30年，是李小龍人生中居住最久的地方。他在這裡度過了童年與青少年時期。1959年赴美留學後，李小龍也多次回到此處居住。發佈會上，李小龍的胞弟李振輝也親臨現場，分享了許多兄長生前不為人知的生活點滴。今日第一步我行入嚟恒豐酒店嘅時候咧，就使我諗翻起我以前第一次行上彌敦道218嘅感覺，係一種好點講啊，即係 heartwarming，OK，即係諗唔到，即係 after 我1969年離開香港去美國讀書之後，第一次可以翻嚟我以前嘅舊居，係真係好開心啊！個感情係好興奮嘅。呢個咧就係、亦都係又係大概呢個位裝修完之後嘅。咁佢揸住嗰支而家詠春嘅6點半棍，佢就話：你一懟出去嘅時候咧，你勁唔勁咧？就係睇下你嗰支棍嘅尖嗰度係彈得夠唔夠勁。嗰陣時已經好研究。好科學化地研究功夫，嗰陣時有校際比賽打 boxing， 咁咧就小龍嗰時就學緊詠春嘅，咁我記得左手邊嗰位咧就係、上一年佢比賽上一年嘅冠軍，全港冠軍，準備開始打第一個回合嘅時候，佢一企出去，通常啲人梗係跳下咁喐嚟喐去都咁快笑，戴晒手套搏嘅喺度。咁嗰個鬼仔已經望住好奇怪，又唔跳又唔喐，佢企喺度。咁一叮一響，我就記得小龍咧，哇，係一支箭，用直衝錘，係咁衝埋打到你見到佢喺度退緊後，打到跟住打咗一路懟到埋個角落頭度，跟住就打咗幾拳個頭，我記得，跟住佢就瞓咗喺度，咁啊完咗啦，個場就係咁簡單。佢就知道有呢個武道比賽。咁佢又唔想得罪某一個女朋友，咁咧就佢諗下，不如揾我做佢舞伴 ，OK？ 咁就唔會得罪人啦。咁啊喺大概3個月之內到咧，教咗我13步舞步。咁我哋就好僥倖，嗰個比賽咧，我哋攞到第一名。呢度咧就係小龍1963年喺美國第一次返香港。小龍1959年離開香港去美國，嗰陣時咧就你知啦，成日都掛住打交啊，即係好曳啊，做年資。咁我老豆就掟咗佢過去，咁喺個朋友屋企住，就希望佢即係會改過自身啊，做翻好啲啊咁樣。咁小龍咧就好開心啦嚇，咁我哋接佢機啦，咁大家都好開心。咁仲係最開心就係邊個咧？就係我爸爸。點解咧？因為佢1959年到1963年之後，嗰段時間咧，讀書又好咗，打工啊 everything 就即係點講？自給自足可以咁講，唔需要老豆寄錢過去。
同埋咧佢小龍手揸住嗰個係一件嗰啲大濕褸、乾濕褸嚟嘅，就係特登買俾個爸爸。我爸爸好少咁笑法嘅，好少嘅，佢係好嚴肅一個係即係話聽你講叫老古董啊嘅人嚟嘅，咁但係佢嗰日真係笑到見牙唔見眼。2013年，李小龍會與香港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合作推出了李小龍世紀徑，串聯其母校、電影取景地等多處與他生平密切相關的地點。位於星光大道的李小龍銅像已成為了中外遊客必訪地標。此次籌建的故居紀念碑預計在3個月內完工。李小龍會會長黃耀強表示，希望借助李小龍這一享譽全球的文化符號，以電影文化帶動旅遊發展，進一步推廣香港本土文化，讓市民重溫歷史，也讓世界更好地認識香港。